咱即嘛要赠纪念品予90岁以上的咱个长辈。第一位是北区黄添福，黄先生，伊有来无？叫了名，拜托恁徛起来，咱遐会长会赠恁纪念品。哦，咱就是要分纪念品予90岁以上的爸爸们。第一个我都念过吼，黄添福，黄先生，请恁徛起来。第二位是我咱北区尤俊才、杨俊才。 有来无？杨俊才，杨俊 OK。第3位北区廖宗书，廖宗书。哦。有来无？廖先生有来无？第4位，我是北区。 林荣忠，林先生，林荣忠。第5位，南区许邦安，许先生，许邦安。第6位，南区。 张坤炎、陈坤荣，第7位南区陈正基陈教授，第8位南区赵世宽丢进去，赵世宽。 第9位南区刘清培老先生，刘清培。2位是南区刘佩然，刘佩然过来。上面就是南区张开心、钟开兴。 永驻花瞬间。